灯笼果，啊，灯笼果，灯笼果是一种的番茄，是他们说跟番茄有关系。这个旁边有这个，对啊，这个像灯笼一样哦。我就是你看，它这个灯笼果，你转一下，这个都会被虫吃。它也会少。是。有番茄的感觉，比较甜，而且它有个特别的香味，对不对？香。你明年要不要种这个？忘了，你明年想不想种这个？菜园里面现在好多人在种这个。灯笼果，不错。我第一次吃这个东西。我在英国的时候吃过这个东西，他们叫 gooseberry，可是现在好像有另外的名字。